这首创作就是我送给嘻哈的情歌，好，写到我开始没有灵感，想说不然现在写不出来，我们去谈个恋爱好了。其实自己演也蛮有趣的，特别又是演这个婉婷姐的男朋友嘛，我觉得不算是自肥吧，就算是这个俊男美女，本来就应该这样演。在我当初听到的时候，我相当诧异，因为它就很像是90年代会听得到的这种流行歌曲。看到的脚本就用90年代来作为整个电影故事架构的背景，我觉得相当的贴切，非常合适。里面有就是刻画一些比较爱情的部分，比如说那个武行啊，他就是时不时的出来保护着你，这样就会有一些情愫在。应该现实生活中也会吧，就是女孩子都会希望就是被人呵护着。其实人有时候会蛮多的时刻会是想要，然后得不到。这算是我在演出中成为我重要的表演元素，这样子。不管是戏上演出的时候，或是戏下的时候，我看待她，我都觉得哦，她是非常的女明星。以前是真的当做这个女神这样，金家。现在女神还是我女朋友，戏剧，对戏剧。我现在已经入戏太深了，现在有女朋友是谁，我也搞不太清楚。这个脚本非常的好，因为我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人。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在那个中影拍了一场瑕疵女明星然后打斗的戏。因为我其实本身很想要尝试看看武打的动作怎么翻啊那些。那一场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，这样。比较难的就是他们都会说要一个松的，但是又有力的，这个就是最难的。我觉得武术最难的在于柔中带劲儿，刚中带柔的这一个气势，所以我觉得是武行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在武术跟特别的这种动作指导上面，我们都要给他们非常多的钦佩，而且今天还不小心踢到了他们，真的十分抱歉。我蛮想拍那个武打片的，因为我平常这个也是身手矫健。这个会拍照喽！我刚刚就只对了一句，拍照了。他跟我讲，因为我是他的 boyfriend， 那你就忍不住，他提醒我，忍不住这个心里的激动。有开心吗？很开心。那本人觉得反差怎么这么大？跟他讲话，他就是眼光都不敢正视我的眼神这样子，然后跟他聊天，他也是讲话都很小声。然后我想说，天哪，他在舞台上面那么炸，然后这么有魅力，私底下这么安静，然后非常非常害羞。Aquaman， 他真的很勾引，他其实不太会直接跟你讲话，或者是太多的回应。可是，在旁边休息的时候，会看到他跟他的朋友他们在自己聊天的时候，很有节奏，然后其实很屁孩，
所以你会看得到他的害羞，看到他的不知所措，但是你也看得到他很有自信的那一个部分。阿宽妹，因为他是演我男朋友嘛，所以导演会希望他搭我的肩啊什么，但是他从头到尾手都很拘谨这样子，他就是很害羞，他都不太敢尝试，就是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。为了满足老板的私心，搭一下婉婷姐的肩膀。自看到你看她肥。笑成这样，我第一次那样摸上去的时候，都还抖了一下，这个整个脑袋都是空白的。不然就是看了有点生气，趁这个制作人男友还不在的时候，在那边给我擦脸这样。哎呀，痛不痛呀？这样给我弄，这样给我弄。来，等下准备要来真的扮演这个导演的角色了，兴奋吗？好，看，太好了，演得太好了，这一颗完美，就靠那一颗了，有望入围今年的最佳音乐录影带，绝对是我们的。来看，所以哥他刚刚说你演技不还要有待加强。我这个真的吗？那我要检讨了。这完全都没有张力啊！你要有那个嘛，感觉上有一个荧幕的那个，去看哦，看，看那我由里面再出来，你看我刚完里面出来，太好了。这个出钱的人最大，那我就是，可以再摘一颗吗？最后一幕他想要献花，然后看到我就是这么多人出门，所以他就自己默默的离去。但是我的眼底就是有看他落幕的走的那一刻，其实我也有一点落寞。隐隐约约之间，我们似乎有些什么，但是又没有些什么，给观众有这种想象的空间。很感谢大家帮我圆这个梦，谢谢阿成导演，谢谢阿才导演。然后最想感谢的那个人是我自己。没错。收工了。他画面实在是太可爱了。